伫咧台中市东区一间百货公司，昨下晡传出偷窃的事件，有民众发现讲，一个姓王的查甫人用手机共偷窃。报警察了后呢，警方也甲伊依照着这妨害性运输罪嫌上班。另外讲到这台东基督教病院也有传出一个姓刘的医生涉嫌偷窃查某同事，还有患者家属，时间有3年遐久。今麦病院也甲伊解除聘请。百货卖场4楼的天桥顶，几个查甫人为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一直拍，穿乌衫的查甫人互人压伫涂骹。原来伊互人指控，好亲像摕手机甲查某囡仔偷翕。这个偷拍啦，偷拍人家内裤啦。日下晡有民众伫台中市东区这间百货卖场，看到姓王的查甫人好亲像用手机偷翕，边仔人赶紧阻止并报警。警方到场了后，查甫人甲手机影像删除，毋过还原部分影像发现有其他查某囡仔脚的画面，而且有一个被害人甲骨。警方依照妨害性运输罪嫌上班。有拍摄其他行经女子腿部形式，未发现有拍摄身体隐私部分之影像。台东基督教病院传出有一个姓刘的医师伫院内任职4年，伊长期用手机偷翕女同事甲患者家属，偷翕的所在包含真侪场所，甚至伫院内的公用电脑，还有真侪偷翕的档案。院方表示，伫今年6月接到投诉，随甲这个医师终止合约。我们调查，我们到底有哪些的员工在这一次的拍摄的事件当中是受害者，所以我们有积极的主动调查。院方表示真痛心，嘛要求当事人离职。偷翕的事件真侪，有民间团体是讲，会有这种行为，可能甲行为人的成长环境、欠缺社交以及甲女性斗阵的经验有关。他们可能不会学会，比较正常的一个表达或者是相处的一个方式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跟行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适度的引导，他可能就会又会有第2次、第3次的一些状况。立信基金会表示，除了行为人透过转移注意力，也甲加接触正常社交管道以外，必要时阵嘛当寻求心理咨商。民众本身嘛爱提高警觉，避免变做互人偷翕的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